阿良，那个接收器帮我拉一下，因为它那个白色的那一条，对，那个可能把它，对，可以，好，好，来诗慧哦，诗慧声音可能大声音再大声一点。OK， 好，这样有点太大声，好，这样可以 ，OK。麦克风测试，1、2、3。麦克风，1。对，那个他们领唱要用。来测试1。来测试1、2。主内兄弟，大家平安。顶礼拜2个风台吼，昨搁对动，这上帝拢有伊个意思吼，咱放心交代互上帝，咱毋免惊吓吼。那真欢喜吼，今日透早我记得我4、5点钟起身，搁落大雨，现在搁出大日头啊。上帝有伊个时吼，咱知影这拢是上帝个意思吼。咱今日嘛真欢喜吼，咧马街义务迄个张牧师来到咱中间吼，请伊来带咱开会礼拜来祈祷。好，咱同心来祈祷。主，你是和平的人君，平安的主。主，阮深知伫你的怀抱内底就有真实的平安。感谢主，互阮3甲主日伫你的殿院，就是阮进入你平安的怀抱。检采疫情又搁互阮的心惊吓，检采有风台有地动，互阮的心不安。但是主，阮深知你诚做和平的人君，阮伫你的怀抱内底时，
阮甲你结连，阮甲你相拄，阮即个敬拜，阮即着听上帝话语的时，圣神你就充满伫阮的会中，就进入伫阮的心中，互你所享受真实的平安伫阮的心中，互阮伫新的一礼拜，毋若是伫敬拜时，伫主你圣殿内底有平安以外，当阮受着上帝差遣，离开教会，进入即个世界，迎接新的一礼拜生活的时，有缘有上帝的平安甲阮同在，互阮领受你的平安，伫即个世间逐角落，阮所徛起的所在，阮所参与的任何活动服侍，拢有上帝平安借着阮看到台湾，看到即个世界。愿你阮甲阮同在，祈祷靠耶稣的名求，阿门。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平安。这是咱做伙来串联今仔日礼拜要念的圣诗。第一首咱来看29首，圣诗第29首。这首是咱这个月的圣诗吼，所以已经唱到真熟啊。咱唱第一节、第二节。小人创造天甲地，是听咱的天地。小人创造日甲月，是听咱的天地。小人的好笑车飞，是听咱的天地。小人创造山甲海，是听咱的天父，小人创造雨甲水，是听咱的天父，小人创造咱大家，是听咱的天父。第二首，咱来唱第512首。512首。这首诗的歌词是一位英国诗人所做有关劳工的诗吼。伊的歌曲原本是绘就一条西方的民谣，后来按一位台湾的作曲家来重新来谱曲。因为这个作曲的是伫三峡成长吼，所以就用三峡这个旧名三角影做伊的调名。前4句的歌词是要劝咱做伙为主努力来做工，来做工。后面4句的歌词是要对世间人讲，无论拄着任何辛苦的工作，要欢喜来接受，因为这是上主予咱世间人的磨练。作曲者嘛，希望用较活泼的旋律来鼓励大家积极工作的精神吼。咱做伙来念歌词吼，第1节甲第2节，请。人人拢真温困，得做真多项，我也毋通贫惰，着尽力做工。地面空中海洋，逐款的工作，拢是正人出力，才有受祝福。对人如果，咱才得安乐。因为人人做工，我才通享福。一步拍铁骨山，讨海甲泥田，
所做逐项工作，拢为主应咱。咱做伙来念第1节、第2节。人人拢真冤困，会做真多项，我也毋通面大，着真难做工，会面空中海洋，大款的工作，都是真人存来，才有手祝福。为了这样落苦，咱才会安乐，因为人做工，我才通永恒。这步步的我所，都海干的站，所在各项工作，拢为你应难。大家学了真紧吼，咱等下个唱一摆第1节、第2节，咧唱的时阵，咱嘛祈求上帝吼来引带咱，去思想咱的工作，互咱更较明白伊伫咱工作当中的心意，使咱吼有气力来温困来工作。第1节、第2节。人人拢真冤困，会做真多项，我也毋通变大，着真难做工，在面空中海洋，大款的工作，都是真人存来，才有手祝福。为了这人落苦，咱才会安乐，因为人做工，我才通永恒。这步步的我所，都海靠的站，所做各项工作，拢为你应难。咱接下来唱第113首，第113首。我来调见你，救赎我的主。这首咱真适合，咱唱第1节、第2节、甲第5节。我来调见你，救赎我的主，我为我苦，所以我叫做，为着可怜我，为我受苦痛。我一切挂路，求你来逃跑。
体里我安慰梦梦，主里无言我所信我空空，耶稣万平安，走在高高心。对你的归来，我万愿变心。就相信来引带咱吼，像歌词安尼写讲，咱一切跨入求上帝来讨放，求圣神他降临掌管咱的心。咱最后来唱第292首，圣诗第292首，咱做伙来唱2遍吼。咱唱的时阵，准备心，由圣神来掌管咱。现在，现在，现在，我心的前的存在，我心情在对你因公，记醒我的主。现在，现在，现在，我心的前来存在，我心情在对你因公，记醒我的主。耶和华，我的石盘，救赎我的主啊！愿我嘴所讲的，心所想的，伫伊的面前得到接纳。下面咱来做伙吟诗，圣诗第29首。圣诗第29首，啥人创造天甲地？啥人创造天甲地？
是疼咱的天父。啥人创造日甲月，是真疼咱的天父。啥人会互鸟食飞，是疼咱的天父。请起立吟全首。啥人创造天甲地，是疼咱的天父。啥人创造日甲月，是疼咱的天父。啥人会互鸟食飞，是疼咱的天父。啥人创造山甲海，咱的天父。啥人创造雨甲水，是疼咱的天父。啥人创造咱大家，是疼咱的天父。请坐。下面咱用主祷文来告别咱的信仰。咱做伙来告别。愿伫天的父，愿你的名圣，你的国领导，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阮入日市。着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下面启应，启应文第56篇，就是伫生信诗第1101页。约翰福音第1章，启应56篇，显着咱三甲来启应。创世以前就有道，道甲上帝同在。伊伫创世以前就甲上帝同在。一切受造的逐项，拢是通过道来创造。这个光伫黑暗中得照，伊伫世间，世间通过伊来创造，毋过世间人毋捌伊。遐个接纳伊的，就是信伊的人。毋是对血统，毋是对肉欲。都真做人，踮伫咱中间。伊有看见，阮有看见伊的荣耀。伊对伊满满的恩典。律法通过摩西颁布。无人捌看见上帝。下面咱搁来吟诗，圣诗第113首。圣诗第113首，我来朝见你，救赎我的主。我来朝见你，救赎我的主。我唯一的倚靠，所羡慕救主。为着可怜我，你捌受苦痛。阮一切挂虑，求你来投放。
见你救赎我的主。请坐。下面咱三脚压头来祈祷。听叹阮的天父全能的上帝，感谢你赐阮今仔日好天气，来到这三脚聚集来敬拜你。感谢上帝保守台湾，最近虽然拄着风台、棍瓦，但并无造成真大的伤害，反倒转降落满满的雨水，互阮使用。感谢上帝的恩典。最近疫情伫台湾确诊人数有一淡薄仔增加，恳求上帝继续保守降落平安，互这个疫情会当紧紧离开咱，离开阮，互这个世界恢复正常的生活。阮中间嘛有确诊的兄弟姊妹，求主嘛保守看顾因甲因的家庭，互因得到医治，有主的平安甲因同在。我嘛为着教会有病痛、身体欠安的兄弟姊妹祈祷，求主看顾医治。有住院、有开刀的会友，拢有主的同在，主的医治会临到因。下礼拜9月25日的野外礼拜，我嘛要向伊来祈祷，求主的恩典会使保守，
互耶华礼拜的行程顺利甲平安。希望透过耶华礼拜，咱会使来追求信仰前辈的美好他日，互兄弟姊妹会使看见上帝的荣耀甲恩典伫咱中间。阮嘛为着教会感恩节、圣诞节整整的时间来向上帝来祈祷，求主赐智慧，互所有的同工拢有好的准备。嘛希望所有参与服侍还是参与的兄弟姊妹，拢会使经历上帝恩典的同在。主啊，虽然这个世界变化真紧，有当真激烈，毋过阮毋惊，加载有主通靠。阮知影啥物人掌管阮的明仔载。天父上帝，求你坚固阮的信心，互阮无惊吓。求你随时互阮知影，你是阮的避难所，是阮的力量，是阮患难中的帮助。以上，阮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下面咱来读一位的圣经，就是伫约翰福音第1章第4节，甲约翰福音第1章第14节，是伫个新约的第104页。我来读第1章第4节，活命伫伊的内面，这个活命是人的光。过来是第1章14节，道成肉体，徛起伫咱的中间，有恩典甲真理满满。阮捌看见伊的荣光，亲像大生的囝对爸所得的荣光。以上，下面献诗，咱要请雅那团契，伊要献的诗是救主。愿你做我的牧者。
下面讲道，咱要请张牧师，伊要讲的题目是伫道成肉身中实践道成肉身。大家平安。咱真正需要上帝所赏赐的平安。咱看到最近连续2个风台，我相信咱伫新闻内底看到，对韩国、对日本造成真大影响。咱伫毋甘的时，犹原感谢上帝固守台湾。伫昨暝我毋知咱有惊着困袂去无？检测咱有一寡亲人是住伫东部、南部，检测因昨暝无拄较好困。咱伫毋甘的时，犹原感谢上帝赏赐咱平安。伫过去1礼拜检测，咱看到咱疫情人数又搁增加，冲甲将近5万。伫惊吓的时，咱犹原伫毋甘的时，咱犹原向上帝献上来感谢，上帝互咱平安。现主是咱会当聚集伫上帝殿院，真正是感谢上帝。望愿上帝平安，真实甲咱同在。伫早起敬拜，是咱总会所定圣经学院纪念主日。感谢教会接纳我，会当代表圣学院伫这个所在，甲大家请安。嘛伫这个所在代表圣学院，咱的教会，咱的兄弟来谢谢。圣经学院设立已经满70年，伫上帝恩典中，伫听小内底，圣学院伫正教会关心大道之下，一直行到今仔日。我相信咱在座兄弟检测捌去过圣学院，咱看到圣学院伫久长这段时间以来，不管是前伫教育顶面来栽培真侪教会、真侪事工遮人才以外，咱嘛看到规个台湾教育趋势规个改变的时，圣学院嘛无咧收学生。伫这几年，咱看到圣学院是毋望照着牧长的灵性教育，毋望帮赞咱的牧师、咱的长执有机会伫圣学院受到短期相关的课程的栽培造就以了后，会当伫教会中用因去受到真侪的栽培造就，来帮赞教会兄弟伫信仰、伫灵性顶面更较提升。咱嘛看到圣学院这几年规个建筑有一寡的改变，不管是咱的国际会厅，还是讲有一个主圣馆，迄是前迄个游泳池囤起来了后，改变的一个新的空间。互正教会有更较侪机会，会当伫迄个所在借着活动组织，搁一遍伫信仰内底受到栽培、受到造就。遮真侪事工，拢是这几年，甚至讲这10几年来，圣学院伫改变规个时代潮流中，不断地改变，不断来去调整。毋望是帮助正教会兄弟会当照着即间学院的服侍，伫信仰内底搁较提升。除了伫上帝恩典以外，真侪时阵，就是咱正教会兄弟关心大道甲奉献。所以圣学院纪念主日的时，搁一遍代表学校甲大家谢谢。嘛，犹原代表学校搁一遍，咱正兄弟来提出邀请咱继续来关心圣学院真侪事工。即咱的祈祷，甚至借着咱的参与，嘛会当借着咱周报内底奉献地啊来奉献，互学校继续伫咱正兄弟关心大道、奉献斗相共之下，会当继续往头前迈进，会当继续成做正教会的祝福。嘛，毋望借着即个祝福，会当探到咱规个台湾，探到正教会兄弟生命中，借着咱正教会兄弟，继续将基督恩典来播扬出去。也请咱做伙来祈祷。总搁一遍组织伫咧殿院献上感谢，因为伫咧听笑内底，伫咧故事内底，互阮真侪信仰前辈去看到台湾信仰的需要，看到正教会的需要。借着因的智慧能力，将圣学院来去创设；借着学校各种的事工，来成做正教会帮赞，互正教会用安尼来真正得到上帝恩典。愿上帝你继续看顾这间学校，奉你的名设立已经70年，但主阮相信，伫头前年日，有关伫上帝的引带之下，伫正教会兄弟做伙关心大道奉献扶持之下。
学校继续往头前来迈进，学校继续借着因真济事工，诚做正教会祝福。互正教会用安尼，毋但是受到祝福以外，嘛将上帝祝福继续探到正教会所徛起的所在，探到正兄弟所工作徛起的所在。愿你阮甲阮同在，嘛看上帝的帮赞，互阮早起组织你第二个时，照着你的话，搁一遍，诚做阮信仰水好的教导，诚做阮好的信仰根基，诚做阮信仰水好的提醒。祈祷靠耶稣的名求。阿免。我相信今日这题目，我毋知大家读起来会感觉怪怪无？牧师，你的中文介先怪怪呢？是啥物意思？其实这应该是安尼讲，伫咱的，我相信咱兄弟，如果咱读台语汉语版的时，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还是讲第一章14节，是叫做道成肉体，道成肉体。但是伫咱的中文圣经叫做道成肉身呐。所以咱台语习惯叫做道成肉体，迄 PPT 表叫我家己会放吼。咱的华中文惯是叫做道成肉身呐，咱的台语叫做道成肉体。咱拄啊，我毋知咱拄啊读课文的时，其实嘛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现代台语圣经翻译做啥？道成做人。迄个变做讲，迄个到底是身还是体？迄个照着安尼文字的一寡调整，又搁无共款。但是讲这目的是要互咱去看到这项代志。道成肉体，是咱规个约翰福音真要紧的重点。其实毋若是咱约翰福音的重点，毋莫讲你有趣味啦吼。你食饱伤闲吼，你去神学院的图书馆，你去查道成肉体这段经文，也是讲这个题目有真侪论文，甚至有真侪册来去说明、介绍、研究道成肉体。这代表什么意思？这代表这诚做咱规个基督信仰内底一个真要紧、真关键的一个概念嘛。所以其实道成肉体，这个道某一个程度希腊文检测咱一寡兄弟都捌听过，叫做 logos。意思讲 logos 成做一个人啊。logos 其实伫希腊文的原文，这咱有看到 logos 伫希腊文的原文叫做话、言语。但是咱有时印象中啊话。言语就是已经讲出来部分。其实 logos 伫希腊文的思想内底，伊毋若是讲出来话尔定。logos 真侪时阵是你伫头壳内底，你伫想，你要讲啥？你伫想的是迄个 logos， 就伫你的头壳内底。所以 logos 毋若是你讲出来话 ，logos 嘛代表你心底所想的话，也就是安尼讲。当你心底所想，你所讲出来，这叫 logos。希腊文继续将这个概念继续延伸。你为什么心底安尼想？就表示讲你规个意念，你规个心底的思考、心底的计划，拢成做 logos。所以这是希腊文 logos 的意思。其实咱爱去想看觅。为什么约翰福音的读者要用 logos 这个概念来去正人来去说明、解说，世间正人来去介绍基督信仰？咱有咱莫显哦，莫显你的姓氏。咱拄仔所吟第一首的诗歌，伫唱啥？我无唱，我来偷看一下。咱已经唱几若礼拜，第一首诗歌。歌词咧讲啥？啥人创造天甲地？其实你会当去想看觅，任何的宗教，人去解说、介绍这个宗教信仰的时，毋捌听过、毋捌接触的人，一定会去问讲啊，恁所信的神，也是讲恁所介绍这个上帝是怎样的上帝？是怎样的一个神？
真侪时阵，亲像即首歌，第一首诗歌29首，咱人真自然，你问讲，安尼即个创造天地是甚物人？基督徒就讲啊，是安怎？咱所信的上帝，是基督教信仰所信的上帝来创造这个天，来创造这个地。基督教所信的上帝创造世间万物，基督教所信的上帝来创造人。如果你安尼甲人解说，遐个人后手会问什么问题？咱毋捌互人安尼问过哦。继续问，安尼即个上帝是怎样来创造这个天地？即个上帝是怎样来创造世间万物？即个上帝会怎样来去创造人？如果有人安尼问，请问你会安怎回答？嘛袂晓回答，敲电话考牧师，牧师，即个问题交互你。咱会怎样回答？咱会用咱的创世纪第一章，对无？咱会用咱的创世纪第一章，因为这是咱伫教会中，咱伫主日学伫团契，咱所学习上帝怎样创造天地万物，上帝怎样创造人。咱会用咱的创世纪第一章来人来去介绍，人来讲，咱的上帝是安尼创造咱的世界。继续来问，请问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开始，上帝怎样创造天地？还是这个问题要问主要老师？上帝怎样创造天地？上帝安怎？上帝讲爱有光就有光，对无？上帝讲有啥就有啥。有听到这关键词无？上帝讲，伫希腊文的世界，咱拄仔已经介绍一个词，去代表所讲的物件。倒一个词 ？Logos。伫希腊文的世界，你讲上帝讲爱有光就有光。上帝第一天创造什么？第二天创造什么？安尼一直落来，后壁对希腊文的世界，讲希腊文的人，因所感受的一个词，就是 logos， 就是 logos。所以其实今日圣经歹势，互咱教会干事的是，我应该是讲应该对第一节到第4节。但是咱拄启用文的是已经对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已经伫启用文的是咱已经有读过。你注意看，咱拄仔所读启用文，也是咱的约翰福音第一章到第4章，伊后壁所讲的内涵，就是咱拄仔讲创世纪第一章咱所看到的部分啊。上帝照着Logos创造天地万物，伫这个 Logos 一下有创造，伫这个 Logos 内底有规矩，伫这个 Logos 内底有换新。上帝就是安尼来创造世间，上帝就是这样的上帝。但是真趣味。约翰福音拄则，毋是只有讲到安尼就结束，毋是要讲到安尼就将咱拄仔讲圣诗内底问的问题，伊就讲了。伊要进一步继续人来介绍即个上帝，即个 Logos， 其实是做伙，其实是一体，其实是同款的概念。所以咱看到创世纪是咧，约翰福音第一章第1节，你讲上帝创造天地时，Logos就已经存在，而且咧，上帝就是 Logos。继续伫咱继续看经文内底，
因为拄则要继续进一步来向人介绍即个 Logos， 即个上帝。伊讲出即个 Logos 成做一个人。即个 Logos 成做一个人，就是咱所讲的道成肉体。现代台语圣经翻译道成做人，咱就知影，这道成肉体就是耶稣基督。这道所成做人，就是耶稣基督。道用一个真实的人的形状、肉体，伫人的生命中来出现。如果是安尼时，约翰福音的读者伊要介绍意念要讲甚物？如果道互世界来换新、来创造；如果道互世界混乱的状况，成做有规矩、有次序；如果道互规个世界成做一个换新的世界时，约翰读者要将道成肉体，要来世间正人讲甚物？咱国文读过同义词兑换，意思讲甚物？耶稣会互规个混乱的世界成做有规矩、有次序。耶稣会互规个世界换新。耶稣会互人，也是讲规个所处境会完全无共款。这就是咱的信仰诶，敢毋是？这就是咱所相信的耶稣，就是安尼，敢毋是？所以咱看约翰福音读者，就是用这个概念，伫迄个时代要帮助人，伫迄个时代讲希腊语的世界人来认捌、来了解基督教信仰所信的到底是甚物。但是真兄，这有时咱伫教会出入久吼，你就感觉讲，哎对，我知。无说你头前讲甲落长，其实我拢知，你毋免开遐济时间啦。但是咱敢想过这样代志？安尼上帝为什么遐功夫？上帝如果用Logos就会当创造世间，和世间万物来去改变的时，上帝敢需遐功夫用一个人的形状来到你我的世界，来去显明伊会当改变世界。上帝讲一个较趣味的，上帝往出来一说一个，规个拢改变啊！安尼上帝为什么要用人的形状来到你我生活世界？要将换新用这种的方式，互咱来去理解。上帝为什么要用这种的方式，用人的形状来到你我的世界，来将新的规矩、新的次序放伫世间？一句话就解决了，为什么要安尼做？咱敢捌想过？其实，伫约翰福音的读者，伫迄个时代，希腊罗马时代，因的思想内底有一个真要紧的概念。如果咱抓到这个概念的时，咱就会当去理解到底为什么要安尼来讲。其实，咱看，咱的耶稣是，这拢是耶稣所行所做这新约，咱的圣经内底故事。伫迄个时代，希腊罗马帝国时期，人的思考内底受到二元论的影响。什么叫做二元论的影响？就是讲，迄个时代人所认为世界的组成是一个咱讲所谓的二元对立的世界。譬如讲，你讲到光明，
你就有相对的叫做黑暗，这叫二元对立。二元两个有关系，就是相互对立的部分。譬如讲，你讲到一个，咱讲虚幻，对立就是什么？实体。所以，迄个时代人的认知就是这种的概念。所以，真侪物件拢是二元对立，而且是完全所谓的互斥。讲一个同简单的，伫甲信仰有关的，迄个时代的认知，人就是人，神明就是神明。人甲神明是一个对立的一组，所以神明的世界甲人的世界，你会当讲是平行时空啊。如果是安尼时，你就会当体会啊，你就当体会为什么要照着道成肉体这个概念，正人来去介绍咱的耶稣，咱的信仰。因为耶稣真做真实的一个人，伫这图片内底，你拢看到什么？耶稣甲伊学生斗阵做伙。福音书内底，耶稣时常甲学生斗阵做伙创啥？你搁注意看的是，耶稣时常甲学生做伙食饭。所以有人讲就哦，耶稣好贪吃。耶稣时常甲学生斗阵做伙食饭。毋若是安尼，耶稣时常甲学生做伙，不管是伫咱讲耶路撒冷也好，加利利也好，附近行来行去，像少年讲法叫做踅来踅去。这拢要讲什么？要讲耶稣是真实的一个人，甚至耶稣定时的家时，耶稣有嚎叫，耶稣有流血，耶稣有死。这种代表耶稣真做真实、真真正正一个人啊！这是迄个世界无法度想象的。说哈，什么？恁基督教信仰所相信的神明是上帝，这个上帝竟然真做一个真实的人，进入咱的生活。若是进入咱的生活，是密切结连做伙，甲咱的生活结连做伙啊！这个概念。其实，如果你想看卖，这就像马太福音内底咱真熟的一句话，叫做啥？以马内利。以马内利意思是什么？上帝同在。所以，道成肉体要讲的概念，就是上帝甲世间众人同在，而且这个同在是真实的同在。这个同在毋是咱讲运导游一个就离开的同在，是密切结连做伙，真实生活斗阵做伙。因为这个真实的生活斗阵做伙，互生命来得到改变。因为这个道成肉体，这个以马内利，互人的生命重新有规矩。因为这个道成肉体以马内利，甲人做伙时，互人的生命，互人规个，真做一个新的世界。所以保罗讲，新创造的人，这概念拢是甲做伙，拢是要帮助迄个时阵的人来去认捌基督教信仰。但是如果咱搁进一步来转来到道成肉体时，其实道成肉体对迄个时代的人来讲是真恶来想象，甚至对今仔你我嘛真困难想象。但是道成肉体有一个搁较要紧的意涵，若是讲上帝真做人，甲你我斗阵做伙。道成肉体搁有一个真要紧，伫耶稣身上所显明的是甚物？耶稣即个甲人斗阵做伙时，耶稣用真济咱讲开创性。超越性真济只行动作为，打破迄个时代人真济观念。譬如讲，福音书内底咱真熟，耶稣时常伫安息日来行医治。犹太人的观念，安息日一切工拢袂当做，医治的事嘛是袂当做。耶稣照着伫安息日的医治，打破这个观念。
但是这个拍破，这真济毋是迄个时代，咱讲一般常规人们所认知理解的模式。耶稣用真济无共款突破性的作为方法。耶稣毋是要标新立异，耶稣要做甚物代志？耶稣就有这突破性、开创性这行动作为目的，是要互人会当结连做伙。咱看到耶稣伫安息日这医治的新约，是要互甚物？互这个艰苦病痛的人，迄个时代人所认知有罪的人，伫迄个时代认知即种人是甲上帝隔离的人，但是耶稣借着这个事，互这个人拢结连做伙，互这个人凝聚在一起啊！你看耶稣时常，咱拄仔有甲大家讲，耶稣很喜欢吃吃喝喝。耶稣时常甲什么人斗阵做伙吃吃喝喝？有罪人，甲遮个人讲抽象的啦，有罪人，耶稣时常拢甲因斗阵做伙，目的是甚物？不是为了吃喝，是为着要互这个人会当结连做伙。结连做伙意义目的是甚物？会当亲身来到上帝面前，会当甲上帝亲身的对话。领受上帝恩典，所以伫这道成肉体这个突破，也是讲迄个时代人真好来理解概念。后壁道成肉体嘛，互咱看到道成肉体意义是要借着真济咱讲开创性、超越性的行动，互人有机会会当结连做伙。借着这结连是转来到上帝面前。领受上帝恩典，这是道成肉体，搁较进一步，互咱看到意义啊！如果是安尼时，进一步咱来去想这样事。道成肉体，真做咱信仰真要紧、真核心的问题，一个真要紧，咱规个信仰的主题。耶稣基督真做一个道成肉体的主的时，咱讲咱真做基督徒，咱真做群体耶稣基督学生，咱的老师、咱的主就道成肉体的主安尼请问，咱真做伊学生，咱是毋是嘛应该爱学习道成肉体？莫伤早来点头哦。你想看觅？耶稣是上帝囝，伊是上帝，伊是神，伊真做人，道成肉体。我真做耶稣学生，我嘛要道成肉体时，无就我爱先变做神，我才变做人。牧师安尼你异端，你学一个空互我跳。伫咱的信仰内底，咱相信咱是人，咱无可能变做神。可是咱看到。道成肉体，佫一个要紧的意涵是甚物？就是这样咱看到的开创性、超越性的行动，带出咱讲结连。这结连毋是要凸显家己的牛，这结连的意义是甚物？互人会当真实转来到上帝的面前啊！做啥兄弟？佫一遍来想看觅。咱真做基督徒，咱的耶稣是一个道成肉体的主的时，咱真做学生，安尼咱是毋是悠远的学习耶稣基督道成肉体的模样？咱毋是要变做上帝，却是咱就是学习耶稣基督即种的行动作为，敢毋是？借着开创性、超越性的行动，互人会当结连做伙，来到上帝面前，来甲上帝亲身相拄。如果是安尼时，你有一个感受无？这个部分要讲的是甚物？就是教会。基督教会几千年来拢是安尼，敢毋是？
基督教会几千年来所做的，都是亲像耶稣基督所做，敢毋是？基督教会几千年来所做的，毋是互人变做神。基督教会2000多年来所做的，就是照着真济人讲开创性、突破性的行动，互人因为安尼会当结连做伙。这个结连是要互人真实转来到上帝面前，敢毋是？感谢上帝恩典。我拄好看咱的周报，咱后礼拜，咱要邀下礼拜。伫邀下礼拜时，我看到有一个真趣味的部分。伫咱遮退休陈牧师要甲咱大家分享过去真济事。咱在座嘛真济兄弟，伫过去参与教会真济事工，一直到今仔日。咱去想看觅，咱文山教会设立伫这个所在，意义目的是甚物？咱文山教会设立伫这个所在，就是伫实践道成肉体，敢毋是？咱为什么要伫这个所在设立教会？就是要互这兄弟伫这个所在自民去知影上帝甲咱同在，敢毋是？咱的教会设立伫这个所在，就是要帮助咱附近这居民来认捌上帝，敢毋是？咱要怎样帮助兄弟来认捌上帝？咱看到，我相信伫后礼拜陈牧师分享的是，咱嘛会听到，甚至真侪兄弟咱的经验，咱嘛去感受到，咱伫无共款的时代，咱用无共款的行动。遐个行动，如果咱看咱的教会历史资料，也是讲咱的周年庆纪念刊，咱拢有讲啊，咱推动一个新的事工。什么叫做新的事工？就是前毋捌做过，也是用另外一种新的方式来做这个事工。不管是儿童，不管是妇女，也是讲少年，这个新的事工其实就是开创性。突破性的行动，敢毋是？啊，这行动意义目的是要创啥？是要互更较侪人会当结连做伙，会当聚集做伙，然后咧，来甲上帝亲身相拄，来到上帝面前，来亲身来领受上帝话语，来亲身来领受上帝祝福。如果是安尼，是请兄弟感谢主。咱的教会嘛是一间道成肉体的教会，敢毋是？若是过去新的时代，咱不断地进步，真欢喜。咱教会咱吟诗是用这本，咱新的诗歌。咱拄仔一开始拄仔考试，大概29首，迄条诗歌，我毋知咱前可能带歌兄弟有甲大家提醒过。迄条诗歌的曲是倒位的曲？芬兰伫倒位？检测一寡兄弟去过，检测一寡兄弟是想要去，却是安怎毋捌有机会去。伫道成肉体的教会内底，咱看到为什么咱要吟芬兰的诗歌？是要互咱甲因结连做伙啊！台湾的百姓，台湾的基督徒甲芬兰的基督徒，咱照着吟诗，咱是结连做伙，来到上帝面前，来领受上帝恩典，敢毋是？咱等下要吟的回应诗歌，咱拄仔带歌的兄弟嘛，互咱看到歌词是什么人写的？台湾人写的，佮用三角印，即个地名意义藏伫歌词内底。互咱看到道成肉体，就是互众人拢会当照着创新的行动，照着咱所讲，一寡人称这本圣诗叫做新圣诗。这个创新的行动、突破性的行动，结连做伙，来到上帝面前，这是道成肉体。那么看到因为疫情，咱有真侪事工。咱讲线上聚会、线上礼拜，
甚至咱的奉献搁用转账，这是啥物？有时咱讲啊，太安尼，咱安尼无神圣，无敬虔。但是咱斟酌想，这是啥物？这嘛是道成肉体，兼毋是用新的方式，互人会当结连做伙，来到上帝面前。感谢主，咱文山教会就是一间道成肉体的教会。今日圣经会纪念主日，圣经会有缘是一间道成肉体的学院。伫过去，圣学院的设立就是为着要栽培教会传教者，可是又搁看到规个台湾社会伫变换变动的时，教会真侪事工要去推动，这个重工要对打落来。圣学院就照着真侪科系来去栽培教会各种事工所需要人才。有印象无？有一段时间，真侪教会拢有幼稚园。真侪咱长老教会幼稚园老师，都是出对咱的圣经学院。教会需要音乐人才，就照着音乐系来栽培教会音乐的同工。规台湾社会伫变换，教会为着要伫迄个时空环境之下，来去互搁较侪人来组织。圣学院照着这科系来帮助人，帮助教会。会当用真侪突破性，毋捌做过事工，互搁较侪人会当结连做伙，组织做伙来领受上帝恩典。时空环境变迁，学校无咧搁收学生，因为咱嘛看到即马真侪，咱讲遮个大专开始伫收。圣学院真早就看到即个，咱讲即个局是安尼的事，无搁咧收学生，但是照着真侪课程。来栽培目标，嘛看到教会需要真侪空间，会当照着聚会、照着宴会、照着活动，互较侪人会当结连做伙，伫上帝面前来领受上帝恩典。前咱看到有真侪活动，拢伫信徒大楼来举行。这几年，阁有国际会议厅，阁有主圣馆，这个事工来去进行的时，拢是要帮助建教会组织。结连领受上帝恩典，愿上帝真正恩典帮助咱建教会。咱的主耶稣基督是一个道成肉体主的时，咱群体伊的学生，每一间教会就要成做一个道成肉体的教会。教会机构嘛要成做一个道成肉体的机构。照着安尼，咱才会当伫上帝恩典中，用真侪突破性、开创性的思考、行动。互搁较侪人会当结连做伙，即个结连毋是要凸显咱外教，即个结连乃是要互众人会当转来伫上帝面前，亲身甲上帝相拄，领受上帝祝福。咱同心来祈祷。主，阮的上帝感谢你，你真做一个道成肉体的主。你有缘借着你亲实的行动，成做阮群体的学生，真水、真好、真要紧的模样。就是阮群体里的人，阮有缘爱伫上帝恩典中，伫圣神引带之下，来实践主耶稣基督你道成肉体教导。就是互阮借着你所赏赐的智慧、能力，不管伫什么所在，不管伫什么区域。不管阮的工作职业是甚物，阮拢要学习用主你所领受智慧能力，用真侪突破性、开创性的行动，互搁较侪人来结连组织伫你面前，亲身甲你相拄，领受你的话语，领受你的祝福。祝阮深知，这是阮诚做群体的学生，诚做奉你的名所设立的教会，奉你的名所设立的机构。阮应该爱做的事，愿你恩甲阮同在，祈祷靠耶稣基督名求，阿免。
下面咱过来吟圣诗，圣诗第512首，圣诗第512首，人人拢真温群，人人拢真温群，在做真正济项。我也毋通变单，着尽力做工。地面、空中、海洋，逐款的工作，拢是正人出力，才有受祝福。请起立。请坐。下面咱来奉献。
下面我来报告。伫报告头前，咱来读今仔日金句，就是伫下骹，咱来读2遍，做伙来读。多正肉体，即咱的中间有稳定甲真理满。约翰福音章40节，多正肉体徛起伫咱的中间有稳定甲真理满。约翰福音章14节。好，下面我来报告教会消息。第一点，感谢今仔日本主日新德圣德学院的奉献主日，是淡水马街病院院牧部张双凯牧师前来请安牧法，请兄弟姊妹继续关心甲代祷。我来代表教会，甲张牧师谢多谢。第二点，咱霍牧师今仔日是前往万丰教会讲道甲举行圣礼典。第三点，感恩见证的分享邀请，咱感恩节的音乐会定伫11月19日拜六，咱要看有兄弟姊妹要参与感恩节的见证分享，有意愿的人要伫暗会来分享主的恩典的兄弟姊妹，请向迄个干事来报名。第四点，今仔下晡12点半，要伫地下室1楼要召开中职会，请中职会使出席参加。第5点，主日学的开会通知，嘛是伫本主日小咱11点要伫地下1楼召开，安尼同工主日学同工会，也请同工会使出席。第6点，成人主日学，本主日教育团契组有邀请蓝明辉蓝医师来分享，伊的主题就是医疗的问答，时间是11点到12点，伫咧旧堂。第7点是9月24的净滩的活动，咱一下的地点伫咧开湾街甲木星路口的车站牌边因为迄个假日路会塞车，所以有提早到8点，一下的时间有提早到8点。第8点是咱下礼拜有咱的耶和华礼拜，车位的分配的表，咱会使去1楼的公布那遐看。一下地点一下时间甲行程的表，伫咧第9页咱家来看。临时也是无法度参加的，请伫咧9月24拜六来通知干事。第9点是奖学金的申请，咱若成绩有超过国中80分，高中职甲大专研究所有75分以上，会使伫10月2号进前，将成绩单的正本甲申请表交干事来申请。佫补充报告第10点，下礼拜8点半，但拜二的8点半，拜二的妇女团契的活动是伫晨曦茶坊，毋过集合的时间是改伫教会集合，也是改伫拜二的透早8点半，伫咧教会集合，甲做阵来去晨曦茶坊。好，下面的教会基地交通甲大道的事项，甲以后的消息，咱家己来看。好，今仔日敢有新来的朋友？
大家做平安。真欢喜，今仔日有一位兄弟来到观中间吼，陈怡玉弟兄，牧师啦吼，伊是对高雄高南教会的牧师来退休啦吼，来到台北吼，是阮丽珍姐的小弟吼，咱欢迎，好，谢谢。好，下面咱来吟煞尾面的诗，圣诗第394首，这是礼拜特别煞。吟诗有煞声，张牧师甲咱祝祷，请起立吟。这是礼拜特别煞，爱嘅吟诗通是线，心肝上上。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听痛，圣神的运行相通，甲恁同在，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免。